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，願天父的慈愛、基督的聖寵、聖神的恩慈與你們同在。今日呢，好歡迎大家返到我哋嘉模聖母堂，返到自己嘅家、信仰嘅家。那麼呢，我哋來紀念我哋慶祝大專同學會成立50週年嘅今日，我哋特別向天主獻上我哋感恩。各位教友，現在我們大家仍在虔誠地舉行聖祭。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教友承認我在私人行為上的過失，我的重罪。為此懇請終身同證聖母瑪利亞、天使聖人和你們各位教友為我祈求信主。願全能的天主垂憐我們，赦免我們的罪，使我們得到永生。天主在天受光榮，平安，主天主，天上的光王，全能的天主聖父，我們為了你無上的光榮，讚美你，稱頌你，朝拜你，獻揚你，感謝你。主耶穌基督，獨生之主，天主的羔羊，聖父之子，隨免世罪者，求你垂憐我們；隨免世罪者，求你俯聽我們的祈禱。坐在聖父之右，藉求你垂憐我們，因為只有你是聖靈，只有你是主，只有你是至高無上的耶穌基督，你和聖神都向天主聖父的光榮。請大家祈禱。天主，仰望你的人，必蒙左右，唔由你一切都冇價值，也冇聖善可言。求你廣施仁慈，讓我們在你的引領下，善用世上的財物，獲取永生。讓你的聖子，我們的主天主耶穌基督，他和你及聖神永生永王。
恭讀列王紀上。在那天夜裏，上主以夢顯現給撒羅滿，說：凡你要我給你的，求吧。撒羅滿說：上主，我的天主，現在你使你的僕人繼承我父親達味為王，但是我還太年輕，不會處事。現在你的僕人處身於你所選的民族中，這是一個多得不能統計、不可勝數的大民族。因此，求你賜給你的僕人一顆智慧的心，好能治理你的子民，判斷善惡。否則，有誰能治理你這樣眾多的人民呢？撒羅滿求了這件事，獲得了上主的歡心。於是上主對他說：因為你求了這件事，而沒有為自己求長壽、求財富或求消滅敵人，卻只為自己求了智慧，好能辨明正義，我就照你的話去做，賞賜你一顆聰明智慧的心。除你以外，前無古人，後無來者。這是上主的話。
恭讀聖保祿宗徒致羅馬人書。弟兄們，我們知道天主使一切都有助於那些愛他的人，就是造福那些照他旨意所召叫的人，因為他已預定他所看中的人，要和他兒子的肖像相似，好使他兒子在眾弟兄中作長子。天主不但召叫他所預定的人，而且也使他所召叫的人成義，並使成義的人獲享光榮。這是上主的話。感謝天主。願主與你們同在。恭讀聖瑪竇福音。那時，耶穌對群眾說：天國好像埋在地下的寶藏，有人發現了，就把它埋藏起來，高興地去變賣他所有的一切，買得那塊地。天國又好像一個尋找貴重珍珠的商人，他發現了一顆很貴重的珍珠，就去變賣他所有的一切，買得那顆珍珠。基督的福音。我哋今日慶祝大專同學會成立50週年呢個感恩彌撒。我哋首先感謝天主，係50年之前，天主召喚咗喺呢個加拿大多倫多召喚咗我哋呢啲華人呢來呢度，而且喺呢度成立咗一個團體，就係大專同學會。那麼我哋知道每一件事都係天主聖神嘅引領。嗰陣時50年之前，有啲人未出生嘅，有啲人呢，你哋呢已經嗰陣時差唔多10幾歲、20幾歲。50年之前嘅時候成立嘅團體，嗰陣時嗰個信仰嘅種子喺呢度咁樣成長，經過集會、祈禱、聖經分享，50年過去咗之後，翻轉頭一睇呢，真嘅好多嘅我哋嘅信仰，無論有冇翻呢個嘉茂聖母堂，但係信仰喺我哋心中扎根，信仰喺我哋嘅心中有咗一個根，結出果實。無論我哋而家呢到邊個堂區，都係信天主嘅，唔緊要。最緊要嘅係我哋喺邊度，無論到咗邊度呢，都結出果實。呢個係我哋應該感謝天主嘅。那麼首先我哋知道
成立咗呢個團體之後，有啲人只係參與咗呢個團體，獲得信仰，甚至乎有啲人可能喺呢度認識咗自己嘅妻子、自己丈夫，有啲人可能喺呢度呢認識咁多嘅朋友。雖然我哋都係從中國香港而來，但係呢可能唔見得一定要彼此認識嘅。經過呢個團體，是大家彼此認識、彼此鼓勵、彼此幫助，那麼喺信仰上面呢，成為一係共同成長嘅基督嘅門徒。所以我哋要感謝天主，俾我哋咁樣機會成立咗呢個團體，亦都感謝天主賜俾大家50年來都堅持呢一份信仰，使我哋每一個人都成為基督所講嘅地上嘅鹽、世上嘅光。因為我唔知係唔係因為參加過你哋大專同學會嘅原因，我見到嘅參加過大專同學會嘅教友都好熱心嘅。我啱啱到呢度嘅時候，2010年嘅時候呢，嗰陣時佢哋都係3樓，有時喺4樓聚會，每一個係星期五，每一個月嘅星期五，我參加過。所以呢，我睇到呢一群人好熱心嘅，佢哋呢分享聖經，大家一齊祈禱，然後大家一齊食嘢，所以咁樣呢，都係建立咗好堅固嘅信仰嘅基礎。所以而家到而家呢，你睇到凡參加過呢個團體嘅教友呢，都係要一個根喺呢度。所以嘉默聖母堂，你哋而家今日唔係返到普通嘅一個堂區，而係返到自己信仰嘅家裏面。因為嘉默聖母堂係我哋多倫多第一個華人堂區，我相信你哋嗰陣時50年之前已經喺度。那麼呢，呢個聖堂下一年係慶祝60週年，今年係59週年。你哋已經參加大專同學會50年，呢個團體一定係好堅固嘅，一定係有信仰嘅，一定係天主帶領嘅。所以我哋今日感謝天主嘅恩寵，感謝天主嘅照顧，感謝天主嘅引導，使我哋一步一步走到今日，要做咗世界嘅光，地上嘅鹽，要喺各處傳揚咗福音，為主做到見證。所以嘉默聖母堂呢，有咗呢個團體之後呢，是我哋每一個參加嘅基督徒都有幸喺呢度揾到信仰。當你軟弱嘅時候，返到聖堂來，睇到一群志同道合嘅朋友，一係喺呢度朝拜天主，你嘅心都要到力量。所以我哋基督徒唔係單獨嘅一個基督徒，而係我哋一群人在一起。耶穌話：你哋2-3個人喺一起嘅時候，我都喺你哋中間。呢個係咩意思啊？耶穌冇講，當然耶穌嘅意思唔喺你一個人嘅時候，佢唔同你同在。佢講嘅係你哋聚埋一起嘅時候，那麼呢，一起團聚拜餅祈禱，佢度更係我哋中間。我信，每一個都係我信。我哋到咗一起都係我們信，我哋大家信。所以呢，喺信經當中係我們信呢個意思都係。所以我們信天主，我們為主做見證。我們一齊係為主傳揚福音，所以嘉默聖母堂亦都係我哋每一個人信仰嘅家，更係我哋大專同學會嘅家。所以而家呢，我都好歡迎大家呢，都返到嘉默聖母堂，多多地返嚟睇一睇，睇到熟悉嘅聖堂，睇到熟悉嘅面孔，睇到熟悉嘅咁樣嘅。好多嘅你要記憶當中嘅人啊，揾到啲老朋友啊，傾偈啊，所以呢啲都係一個恩典嘅，都係一個恩寵嘅。所以無論我哋行到邊度，我哋都係一個基督嘅門徒，都要為佢做見證。同時我哋知道，我哋跟隨耶穌基督嘅人，我哋唔係一定係呢個世界成功乜嘢，唔係我嘅健康50年來，我健康好過你，我揾錢多過你，
我嘅智慧高過你，唔係呢啲，而喺我哋翻嚟之後話，嘿，我嘅你度記咗好熱心嘅，我都記咗好熱心嘅，我哋共同一齊傳揚福音。我哋比一比，50年過去咗，好，我傳咗幾個人信天主呢？我諗一諗，我幫助幾多窮人呢？呢啲都係幫助耶穌基督。我哋傳揚福音，我哋為主做見證，我哋呢啲都係真正嘅係永恆嘅產業。當你臨終嘅時候，你諗一諗，你可以帶走乜嘢呢？好似咩帶唔走，但係呢，感覺心中無愧，感覺天主，我幫你帶嚟了好多嘅基督，好多嘅人認識咗你，我帶嚟好多人認識你，好多人翻到聖堂來，呢啲係最重要嘅，呢啲係最緊要嘅。同時呢，耶穌基督要話俾我哋知，佢個公審判嘅時候睇嘅係乜嘢啊？睇嘅係你為佢做咗幾多？呢個為佢做點樣做呢？你話耶穌基督，我哋點樣為你做嘢呢？耶穌話：你哋俾最小嘅弟兄做嘅，就係俾我做嘅。我哋而家從天主嗰度領受咗言語光，領受咗聖寵，所以我哋呢都把呢個傳出去，都係幫助有需要嘅人，幫助最小嘅弟兄。呢個都係天主審判我哋嗰陣時嘅最好嘅唯一嘅標準。所以天主審判嘅時候，唔係睇你參與過幾多彌撒，你奉獻幾多咩，呢啲都係好嘅。但係最緊要嘅係，佢問嘅係你被最小嘅弟兄做到幾多？已經過咗50年。那麼呢，是我哋每一個人，每一個基督徒呢，都知道我哋首先感謝天主俾到我哋咁樣嘅團體，要感謝天主一路嘅照顧，要感謝天主俾我啲力量，俾我啲聖寵，繼續係為佢做美好嘅見證，係愛最小嘅弟兄姊妹。所以我哋都歡迎大家多啲返到嘉模聖母堂。嘉模聖母堂永遠俾每一個人，俾大家打開大門。因為多倫多5個華人堂區，只要呢度係我哋喺呢度工作過，我哋喺呢度朝拜過天主，我哋喺呢度有個團體，我哋係唯一一個以聖母為我哋主保嘅堂區。所以呢，每一個嘉模堂嘅教育都好敬禮嘉模聖母嘅。我哋大專同學會嘅每一個教育都係咁樣嘅，好敬禮聖母瑪利亞。我哋懇求聖母瑪利亞繼續陪伴我哋，陪伴我哋嘅家庭，陪伴我哋中意嘅人，同埋中意我哋嘅人，陪伴我哋嘅家庭嘅孩子後代子孫，使佢哋繼續保持信仰，把我哋嘅呢份信仰繼續嘅傳俾我哋嘅後人、後代子孫。阿們。我信唯一的天主，全能的聖父，天地萬物，無論有形無形，都是他所創造的。我信唯一的主耶穌基督，天主的獨生子，他在萬世之前由聖父所生，他是出自天主的天主，出自光明的光明，出自真天主的真天主。他是聖父所生，而非聖父所造。萬物借着他而造成的，他為了我們人類，並為了我們的得救，從天降下。他因聖神，又童貞瑪利亞出得有軀，而成為人。他在班缺比拉多執政時，為我們被釘在十字架上，受難而被埋葬。他正如聖經所載，第3日復活了。他升了天，坐在聖父的右邊。他還有光榮的降來，審判生者死者。他的神國萬世無疆。我信聖神，他是主及賦予生命者，由聖父聖子所共發。他和聖父聖子同受欽崇，同享光榮。他曾自先知們發言。
接下來的教會，我承認赦罪的聖洗只有一個，我期待死人的復活，給了誰的生命。親愛的兄弟姊妹，全能的天主父願意所有的人獲得救恩，並認識真理，我們懇切向他祈禱。稱為普世聖教會祈禱，求主聖化教會，使教會常保持對你的忠貞和服從。我們同聲祈禱。求主俯聽，俯聽我們的祈禱。稱為所有主教神父祈禱，求主恩賜他們身體健康，聖德日隆，引領眾人歸向天主。我們同聲祈禱。請你俯聽我們的祈禱。請為大專同學會成立50週年祈禱，祈求天主藉着聖神嘅帶領，引領我們這一群大專同學會嘅學生，在離開校園邁進人生嘅道途時，時時刻刻都記得，都得到天主嘅眷顧，像是多年前在卡姆堂的大專同學會一樣，保持一顆熾熱的心。我們同聲祈禱。請你俯聽我們的祈禱。請為大專同學會所有成員祈禱，讓我們衷心感謝天主賞賜我們的信仰，助佑我們終身珍惜它，誓死保衛它。我們同聲祈禱。請你俯聽我們的祈禱。請為祖父母和長者們祈禱，求主賜予他們健康的體魄，並且扶持和幫助他們充實地活出你所賜予的每個時刻。我們同聲祈禱。請你俯聽我們的祈禱。請靜默片刻，按照自己心中的意向，向上主祈求。我們同聲祈禱。請你俯聽我們的祈禱。天主，你是我們的依靠，我們的力量，求你大發慈悲，俯聽你教會的祈禱，恩賜我們誠心所求的恩惠，因主耶穌基督之名，求你俯聽我們的祈禱。
各位教友，請你們祈禱，望全能的天主聖父收納我和你們共同奉獻的聖祭。上主，我們獻上的原是你的恩賜，求你接納這獻禮，願這神聖的奧蹟在你聖寵的推動下，聖化我們日常的生活，引導我們邁向永恆的福樂。因主耶穌基督之名，求你俯聽我們的祈禱。願主與你們同在。請跪心向上，請大家感謝主，我們的天主。聖父，我們藉着你忠愛之子耶穌基督，時時處處感謝你，實在是理所當然的，便能使人得救。基督是你的聖言，你藉着他創造了萬有，並派遣他救贖了我們。他因聖神降人，又從井裏誕生。他奉行你的旨意，為你爭取神聖的子民。受難時伸開雙手，以戰勝死亡，宣示復活。因此，我們隨同天使和諸位聖人，過着你的光榮，同聲歡呼。充滿天地，歡呼之聲響徹雲霄，奉主名而來的，當受讚美讚美。歡呼之聲響徹雲霄。上主，你實在是神聖的，你是一切善德的根源。因此，我們來到你台前，
與普世教會共同慶祝本週的第一天，基督從死者中復活的日子，你已高舉他，使他坐在你的右邊。我們靠他的名懇求你派遣聖神，聖化這些禮品，使成為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聖體聖血。他甘願捨身受臨時，拿起麵餅，感謝了分開，交給他的門徒說：你們大家拿回吃，這就是我的身體，將為你們而犧牲。晚餐後，他同樣拿起杯來，又感謝了，交給他的門徒說：你們大家拿回喝，這一杯就是我的血，神以永久的盟約之血，將為你們和眾人傾流，以赦免罪惡。你們要這樣做，來紀念我。順大的河水，你藉着苦難克服，恢復了我們的自由，求你拯救我們。信主，因此我們紀念基督的聖死與復活，向你奉獻生命之糧救恩之杯。感謝你是我們得在你台前侍奉你，我們懇求你，是我們分享基督的聖體聖血，並因聖神合而為一。信主，求你垂憐普世的教會，使你的子民皆同我們的教宗良14世、我們的主教方濟各與所有主教，以及全體聖職人員，都在愛德中日趨完善。求你也垂憐為着復活的希望而安息的兄弟姊妹，並求你垂憐我們的祖先和所有去世的人，使他們向你光輝的聖容。求你垂憐我們眾人，使我們得與天主之母童貞孕婦瑪利亞、聖母的淨配聖約瑟、諸聖宗徒，以及你所喜愛的歷代聖人聖女共享永生，並使我們知道你的聖子耶穌基督。讚美你，喜揚你。全能天主父，願一切崇敬和榮耀，藉着基督，皆同基督，在基督內，並在聖神的團結中，都歸於你，直到永遠。阿們，阿們，阿們。我們既遵從救主的訓示，又承受他的教導，才敢說：我們的天父，願你的名受喜悅，願你的國來臨，願你的
在人間，如同在天上。求你今天瞬間我們一樣的死量，求你寬恕我們的罪過，如同我們寬恕別人一樣，不要讓我們陷於誘惑，但救我們免於兇惡。信主，求你從一切災禍中拯救我們，因此我們的時代得享平安。更求你大發慈悲，保佑我們脫免罪惡，並在一切困擾中獲得安全，使我們決心期待永生的幸福和救主耶穌的來臨。他們國普世權威，一切榮耀永歸於你。主耶穌基督，你曾對宗徒們說：我將平安留給你們，將我的平安傳給你們。求你不要看我們的罪過，但看你教會的信德，並按照你的善意，使教會安定團結。你是天主永生永王，願主的平安與你們同在。請大家互祝平安。請看天主的羔羊，請看除免贖罪者，蒙着來赴聖的人是有福的。只要你說一句話，我的靈魂就會痊癒。基督聖體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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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基督聖體。基督聖體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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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繼續先睇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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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繼續先睇。繼續先睇，繼續先睇，先睇，繼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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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先睇，我哋 Christ。繼續先睇，繼續先睇，這個身體，繼續先睇，先睇。請大家祈禱，信主，我們恭領了永久紀念你聖子苦難嘅聖體聖事，求你通過這無限愛情的恩賜，促成我們的得救。因主耶穌基督之名，求你俯聽我們的祈禱。我講幾句啊！好高興喺呢度見到大家嘉茂堂嘅老舊友啊，都係今日呢
聚埋一齊多謝John 組織呢個小 John 組織呢個大專同學會嘅50週年嘅慶祝活動。你哋唱歌、彈吉他好亮嘅，好好嘅。唱大唱會 Maria 唱嘅好好嘅嚇。多謝大專同學會好多嘅教友呢，都係默默的。我哋有時我哋可能唔知係邊個人，但係呢都係你哋默默喺背後支持家務堂。有啲教友呢係佢啲奉獻，我見到呢個名呢好熟悉，但係見到呢個人呢好似冇對上咁樣嘅。但係多謝你哋一直掛住家務聖母堂，支持家務聖母堂。同時下一年我哋都係慶祝家務聖母堂，我哋華人使用呢個聖堂60週年，係5月23號。本身我哋嘅 Parish Day 堂區日係最後一個主日，但係下一年嘅書記主教 Francis Leo 會來我哋堂區主持彌撒，佢係5月最後一個主日嘅時間唔得，所以呢提前咗，佢哋建議我哋提前咗一個星期，但係5月23號我哋呢由書記主教來主禮彌撒，係下晝嘅2點半。那麼呢我哋係嗰一天當中呢11點鐘要預彌撒，12點半呢有遊行，那麼2點半有英文彌撒，書記主教來主禮。彌撒之後5點鐘有個聚餐，所以都好歡迎大家一齊返到家務聖母堂來，我哋一齊慶祝我哋華人喺呢度第一個華人堂區60週年啦。歡迎每一個教友呢都參加。同時我哋下一年60年當中呢，我哋安排咗好多嘅活動。同時第一點呢，我哋安排咗一個喺朝聖嘅，下一年係波蘭、捷克、匈牙利、奧地利4個國家，4月19到29。那麼呢，大部分都係我哋粵語族嘅教友啦。那麼都好歡迎大家報名參加。同時呢，我哋下一年當中會不斷安排60週年嘅活動呢，一步一步去出來。咁樣呢，大家關注我哋嘅website 咁樣呢都可以睇到我哋有咩安排嘅。下一年有多啲活動堂區。好，多謝大家嘅到來，請起立。願主與你們同在，願全能的天主聖父、聖子、聖神降福你們。彌撒禮成，總領天使現在抗爭的日子裏保護我們，使我們免於陷入魔鬼邪惡的陰謀和奸詐的陷阱。我們謙卑地祈求，但願上主顯察他上天萬軍的統帥，求你因上主的威能，把敗壞人間、引誘人靈、使其撒網的撒旦，及其他邪靈拋到地獄裏去。阿們。